年北港妈祖病院，伫个病院内底成立照顾据点，互长辈来画图，用水彩来画出着中秋节的风景。长辈时代拢画甲心花开。陈兴武老师教示大人画水彩，北港妈祖病院内底落地中心提供店内日间照护，安排课程，予是大人体验。因为明仔载就是中秋节，老师嘛特别教示大人画中秋风景，画面不只水当当。因为中秋节佳节要到啊吼，所以阮这边的设计单元就是以中秋节为主。透过画图创作，训练是大人的头壳和脚手，互因的反应愈来愈紧。阮来遮画图，感觉足快乐的，读家加足清的，老师的指导真认真。画图无分少年的和老的，若是有心学习，大家拢会当画甲真好。是大人嘛当透过画图训练活动能力，互因嘛较袂要紧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